完整重播。你好啊，我係陸文文。平時有冇食開一嚿嚿獨立包裝嘅芝士呢？如果我話你知，有人用顯微鏡放大呢啲芝士，竟然出現藍色、黑色同埋粒粒啊！條片嘅結論好簡單嘅啫，芝士就係塑膠。你平時買嘅一塊芝士片，食落肚咧，同食塑膠係冇乜分別嘅。你會唔會嚇到面都青埋啊？跟住再配埋兩篇國際期刊名舉證啊 ，NPJ Science of Foo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， 成件事即刻就升呢啦，由都市傳說變成科學警告啊！媽媽們，雪櫃入邊成片包裝芝士，仲快啲冚唪唥同我掉咗佢！咪住先，冷靜啲。雖然由英文、由科技、由食品安全、由成，聽落好似有根有據、有文有路咁，但係呢啲所謂嘅科學證據係咪咁樣解讀㗎？顯微鏡見到嘅粒粒可能係塑膠嚟，但係都有可能係空氣中嘅纖維、灰塵，甚至係呢件衫甩出嚟嘅衫頭啊！But 講呢啲喺網絡世界係唔會高 viral 㗎嘛？對，為小寶教落吹水唔抹嘴嘅核心概念就係九假一真，所有嘅細節都一定要真，唯有涉及利益或者生死嘅重要關頭，夾帶住一句假話呢，就極難揾到破綻啦。玩味，所以原鋪話你知，微塑膠無處不在，真。原鋪話你知，脂肪會吸附污染物都係真。原鋪再話你知，所以芝士片等於微型塑膠炸彈。嗱，呢度就有啲車大炮啦。芝士本身係好簡單嘅食材，係冇錯。市面上賣到嘅係經過加工、染色、重組，最後變成色香味俱全嘅完美狀態，呢啲都係真。不過因為咁而判芝士片死刑呢，好似食一啖仔啊就會中毒身亡咁啊！呢一種講法呢，一樣係經過完美加工㗎，目的就係要嚇死你。老實講啊，唔單止芝士片啊，其他食材例如魚蛋啊、香腸啊、梳打餅啊，都係有加工成分㗎啦。你可以選擇少啲食，唔代表加工食品就等於係砒霜嚟。真正值得我哋用腦去諗嘅呢，係呢啲所謂嘅權威科學迷信。對，我哋問都唔問，究竟有幾多份 sample 數據證明呢件事㗎？係咩科學家咕啦咕啦咁講過食芝士片等於食塑膠啊？搭份硬膜嘅科學研究報告，你就信到十足十。加工食品的確係營養價值低，但呢啲網絡加工健康資訊啊，一樣對人體冇益啫。Melody 女神經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點首播，下晝5點重播，錯過咗仲有星期六朝早11點完整重播，下載 Melody App 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 Melody 女神經啦。不会一见钟情，你还是忘了吧。
请你不要再说你的情话，请你不要再打我的电话好吗？